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华语的在，台语讲过，台语字安尼写过，过若做复数来使用，用法真快。华语的有、在、还，台语拢会当讲过。你阁想看嘛咧？看要安怎解决较妥当？你阁讲一解试看嘛咧？我绝对甲你输赢。啊，你又阁来呀？歹习惯拢改袂掉。啊，毋正搞哦，你做的油肠饼阁袂歹食。过再，就是再度重新。自从发生迄件代志了后，伊就毋捌阁再来咯。搁卡更加，毋是有一条台语歌，搁卡怀念嘛是你一人，因为你是我的初恋。还阁仍然依旧，代志已经出破，你要阁死硬的嘴杯毋认错。过一摆，再一次。台湾过一摆，伫咧世界舞台发光发热。还阁有一个真古锥的用法，就是用你的话尾，像讲，大家都食饱个，倒顶会当收收的咯。像讲，都已经下班啊个，你若也袂走。啊，这字若做名词来使用，就是老过、累过、太落过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过实在真趣味。